桃园的大溪最近出现亲像中共的文宣品，内容写讲庆祝台湾回归，民众是感觉真离谱。大溪分局接到报案，嘛展开调查，已经锁定特定的对象，嘛请桃园地检署来指挥侦办。甲批桶开开，看到内底一张宣传单，内底竟然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。这是桃园大溪中华路巷仔底的徛家，差不多每一户拢有收到。有的人感觉真无聊，嘛有人是赶紧报案处理。我只有上面看到标题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我没有很完全的看完里面内容，觉得蛮无聊的啦。检查每一家敲门，看有没有收到那个信，这边跟后面都有，所以一得回去。这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告的传单，内底写庆祝台湾回归、换货币、甲土地相关的规定，亲像1万块的新台票、换1块的人民票，土地甲厝拢收归国有，留岛无留人，还佫有写少年的查甫都爱服5年的劳役等等。这住户大部分拢感觉这张传单的内容实在是伤悍。本分局经调阅周边监视器，发现特定对象，目前正扩大侦办查证身份。将报请桃园地检指挥。针对徛家的批桶去互放，若像扰乱社会特殊传单的这个案件，大溪分局已经锁定特定的对象，扩大侦办查证身份。若散布谣言或者是不实的言论，就会依法来查办。公视新闻桃园报道。